有必要嘅資本項目嘅建議嚇，目的咧就係咧要將嗰個電費咧盡量嘅壓縮㗎。謝展寰話會要求兩電繼續動用社區節約能源基金，補助弱勢社群同埋中小企。咁而香港市民就普遍都覺得電費減得太少啦。如果有得減多啲，梗係當然好啲啦。咁但係如果即係都好過唔得減咁樣。如果可以嘅話，可以減多啲啦就。係啊。幾多啊？最少都5%至10%之間咯，我覺得係啊。其實而家香港生活都壓力幾大嘅，其實我覺得政府應該係採取啲措施俾啲民眾咯，我覺得係啊，減免啲壓力咯。梗係唔夠啦！你問我4%都唔夠啊！其實咧，我哋人工咧冇加好耐，同埋咧樣嘢都平。我哋睇下我哋食開啲快餐店咧，樣樣都係瘋狂減價嚟到拉客，嗰個通縮咧其實好嚴重啊！依家啊，咁2%其實真係少少意思咁樣。香港中電撥款2.7億港元喺出年推出多項社區支援計劃。陳海文報導。其中6000萬用作派發第5次中電消費券，60萬個低用電量住宅用戶，以及係享有長者電費優惠嘅家庭，每獲發100蚊消費券，可以用於超過4000間食肆同埋商戶。另外7萬個基層家庭以及係分間單位住戶，可以獲得600或者係1000蚊嘅電費補貼，一共涉及5000萬。中電亦都會撥款3000萬，資助長者同弱勢社群更換冷氣機、電熱水器、雪櫃同洗衣機等等，預計11000戶受惠。上個月，阿聯酋航空貨機墮海嘅意外，香港政府發表初步嘅調查報告，指其中一個引擎嘅推力桿失控而令到飛機喺應該減速嘅時候仍然全速推進。咁有飛機工程專家咧就話有可能係涉及機件同埋人為嘅因素。史明琪報道。涉事波音747型號貨機墮海意外發生近1個月，民航意外調查機構公佈初步調查報告。當日貨機着陸後已經啟動機翼上嘅減速板，另外1至3號引擎用嚟減速嘅反推裝置亦都正常運作。機組人員改用手動剎停後，由機長控制飛機。剩低嘅4號引擎就加速，幾秒後其他引擎反推裝置亦都收起，而4號引擎繼續加速，推力桿更加處於全速前進位置。飛機喺偏離跑道後，另外3組引擎反推裝置先重新啟動。報告亦都指出，貨機起飛前確認4號引擎反推裝置唔運作。有專家表示唔影響飛機正常降落，但推力桿冇理由推前。個桿應該係喺中間位置啦，因為佢推前咧就係個飛機就向前啦，如果佢拉後咧就係個飛機就會嗰個亂咗咯。咁但係佢如果喺呢個情況咧，佢應該係同緊應該就係挨到嘅。喺落地之後推上前咧，呢個就要佢哋深入調查係咩事度發生，會唔會係相關嘅話講咧，就幾樣嘢啦。嗰個飛機有冇機件嘅故障啊？